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小鳥老師，歡迎你嚟到閃星星啊。今日呢，我就想教我嘅學生呢點樣用 AI 生成一啲圖片嘅，因為近日呢，你哋係咁問我點樣拍片㗎，咁不如我由簡簡單單開始，由生成圖片開始嚟教你哋啊，因為我都知你哋 IT 堂呢個數量都有限嘅。咁你哋都見到啦，圖中呢有一個人物嘅，我哋點樣先可以將佢個衣服換成第二啲衫呢？其實呢係做得到個噃，將圖中嘅人物嘅衣服換成華麗公主嘅衣服，我哋睇一睇，係1-2分鐘就可以生成到㗎啦，靚唔靚呢？今日呢，我就想介紹大家用 Nano Banana 去生成圖片嘅，非常之簡單，只要你有 Google account 就可以㗎啦。Google account 呢，開學嗰時候呢，我都派咗俾你，貼咗喺手冊度嘅。首先呢，喺電腦嗰度打開 Google 嘅網頁，然後呢，就打呢一個 Arena AI。跟住呢，打完之後呢，下邊呢會出咗好多網址嘅喎，咁你呢，就同我揾返呢一個網址，跟住撳入去。撳到入去之後呢，個左上角呢有一個箭嘴嘅，你幫我撳佢落嚟，跟住然後呢，就揀 Direct 呢一個選項。另外呢，隔離呢仲有個 Max， 亦都有一個箭嘴嘅，亦都撳落嚟，同我揀 Gemini 3 Flash 呢個選項。兩樣都做好啦，睇一個左上角，係啦，有 Direct 同埋 Gemini 3 Flash 啦。咁跟住呢，下邊呢度呢，就要揀呢一個圖像，即係 Generate Images 呢一個圖像，撳一撳。跟住你就可以揾呢一個位上載你嘅相片㗎啦。知唔知點樣上載呢？首先你要影咗一張相擺咗喺電腦度，同埋知道佢個檔案名稱，跟住上載嚟呢一度。上載完之後呢，就可以喺呢一個位呢打一啲提示詞啦，可以打中文都得㗎。好啦，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開始咯喎。第一個技巧就可以用 AI 虛擬試穿，即係正如頭先一樣，將頭先嗰個人物嘅衣服轉成公主衫。我哋呢又用返頭先個人物嘅相片啦，不過今次呢唔着公主衫啦。我哋呢會打呢一個提示詞，將圖中的人物衣服換成日本和服。我哋嚟睇一睇個效果啊！哇，果然係換咗日本和服添，而且仲有頭飾，後邊呢仲有櫻花背景㗎，真係幾靚喎。好啦，嚟到第二個小技巧啦，AI 呢係可以幫你呢轉換場景嘅，又係上載返頭先嗰位人物嘅圖片。今次我哋可以咁樣打，將圖中的人物主角置身於海灘和小狗一起追逐。我哋睇下個效果啊，係咪好有活力、好有動感呢？你又覺得點啊？嚟到第三個小技巧啦，就係用 AI 加入人物啦。我哋呢可以上載兩位人物嘅圖片，然後可以咁樣打，圖片中的兩位主角一起在咖啡廳嘆下午茶。得到嘅效果就係咁啦，好似好有氣氛，大家好開心咁喎。你又鍾唔鍾意呢？嚟到第四個小技巧啦，AI 抱着東西，
哦，原來呢圖片嘅人物呢係可以呢手抱住一啲嘢㗎。我哋呢簡簡單單用返頭先嗰張相，然後可以咁寫：圖中主角手提住一隻企鵝，在冰屋附近徘徊，一樣可以生成到出嚟㗎。隻企鵝都幾似喎，而且後邊真係冰天雪地啊！嚟到第5個小技巧啦，就係呢幾個月嚟最興嘅 AI 手板模型。首先上載返頭先揸住企鵝嗰張相，跟住就要打呢一個提示詞啦。但係呢，由於呢都幾長嘅，如果同學想要呢，可以喺下邊留言提出，我就 send 俾你下。咁得到個效果係點呢？就係咁樣啦，睇下個公仔都幾似喎，幾可愛。而後邊個盒呢，真係仿真度好高啊，我都好鍾意啊。嚟到最後送你一個 AI 彩蛋。其實呢，我哋呢係可以將我哋嘅相片呢變成漫畫風格㗎，好似咁寫。圖中嘅2位主角轉變為漫畫風格，手拖手進入一個華麗嘅宮殿，就係咁樣啦。係咪幾靚呢？好啦，多謝你都係睇到最後，記得俾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係小鳥老師，下次喺閃星星再見你。如果你有啲乜嘢想學嘅，都可以喺下邊留言嘅。拜拜。